新竹县伫今年4月查到违法的业者饲品种猫伫咧探证卖人，依法甲这22只猫仔充公。26即天，甲其中16只公开抽口仔，互民众来领养。现场有500多人来登记，抽到的几率只有2.8%。137号，137号。抽到民众赶紧就来对号码。新竹县今年4月的时阵，查到违法业者非法探种的这款品种猫仔，因为业者环境畏水，真侪猫仔经过治疗才恢复健康。26用抽签的方式公开给民众领养。一家人都很爱猫，对，然后刚好看到有这个消息，然后觉得它们都很可爱，然后想要好好照顾它们。是蛮可怜的，当初那个都是生病，对啊，现在就是比较健康。经过照顾，目前猫仔拢正正常健康，毛主预防针。发局所表示，领养了后，会继续派人去厝内轰炸，追踪猫仔生活状况。追踪考察，看它的猫有没有在原来的地方，好，那它还有没有交换续主哈？因为它把买卖出去以后就变成交换续主了哈。我们会做一些查核了哈，避免发生刚才讲那种交易的情形。现场有566个人来抽签，每一个人上侪会使抽一届，抽签的几率仅2.8%。第一批开放领养的16只猫仔，拢顺利找到新的主人，各6只安顺等猫仔健康恢复了后，再举办公开领养的活动。记者张君和新竹报道。